泸州一对老翁婆，互人发现死伫咧厝内，身躯顶互人抬10外刀，警方已经抓到30外岁有重嫌的后生。彰化县买2万剂批蛇，又标予中价收入甲65岁以上时代来自今仔日开放登记，县内27个卫生所名额抢了了。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北部地区下半部开始转冷，拜3、拜4是上寒的时阵，也若中南部爱注意早暗的温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20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来关心的，就是这新北市泸州有一对老翁婆，互人发现是死伫咧厝内，身躯顶呢，阁有互人抬10外倒去。这警方是认定30外岁后生嫌疑上大，昨暗已经抓到人，怀疑伊就是走转来要甲爸母讨钱讨无，毋才会下动手。不要动！快点！骑雨伞伫新庄的街仔头弄榴莲，拄啊好，互巡逻的警察撞到，当场甲人压制伫涂骹，牵涉到新北泸州重大命案的姓廖的男性。案发了后，一路换交通工具咧走，落尾又是伫19暗时6点多，互人抓到。他把机车停放在三重的市区以后，把凶刀丢弃在置物箱内，再搭乘计程车逃往新庄市区。那他下车以后，在新庄市区的大街小巷漫无目的的闲晃。19中昼，一对老翁仔某互人发现死伫咧徛街的客厅，身躯顶有真侪刀仔的伤痕。经过专案小组初步检视，60外岁翁婿4进前捌抵抗，手有接刀仔的痕迹。警方调监视器对查，认定死者30外岁后生有重嫌。那天晚上有听到吵架，只有人家以为是说他是家里的事嘛，没有人去报警，而且还有人听到说有女人在尖叫的声音。亲友他联系他不上，然后直接来住处，按门铃也没有回应，然后直接拨打电话，发现里面有电话声，然后就觉得说不太对劲。警方表示，伫咧访查厝边的过程当中，捌听到姓廖的嫌犯捌几若届甲爸母讨钱，也若敢是因为财务的问题引起杀人的动机，也阁需要厘清。杀害亲人的案件，永过定定咧发生。伫新庄捌有孙甲阿嬷讨钱讨无，举刀仔甲刣死，互人判无期徒刑。5个也有后生，那像因为帮产的问题刣死老母。这类刣死爸母、公妈的状况，拢涉犯杀害直系血亲、尊亲属罪。修法之前是只能判死刑或是无期徒刑的，而在民国108年以后呢，就可能被判有期徒刑而已。它会被加重至1/2的这个刑责。这项罪名经过修法，法定的刑度袂阁再限死刑，也是无期徒刑。毋过比起普通的杀人罪会加重论罪，处罚粗残刣亲人的行为。公视新闻综合报道。来关心这囡仔人的安全，伫咧新竹呢，其实是有袂少这特色公园，也毋过伫咧竹北有一搭公园内底呢，所传出有囡仔咧耍这厝流浪的时阵，因为速度真紧，而且佮加上这下底安全的防护是做无够，所以头壳靠一个着上流血。家长是即支这设计是有问题的，也若公务处呢，也要派人去会勘保强设施，确保安全。公园内囡仔耍甲真欢喜，不离个新竹所传出有囡仔咧耍厝流浪时，因为速度紧，加上下底安全防护设施无够的关系，囡仔的头直接去弄到涂骹，规粒头转伤。囡仔的家长嘛出面对公园设计提出质疑。有的小孩会直接飞出来，直接着地的也有，都有看到。所以说这个完全没有任何的保护，这个地上已经空到完全都没有石头了。而且这是设计也不应该是石头，应该是缓冲软垫或是沙子，不会让他自己玩啦。但是像我会带着他或是抱着他玩这样，对，就不会单独的让小朋友自己去玩这样。这是新竹县竹北 AI 智慧园区公园，真侪家长拢讲，这个厝流浪下底因为关机差的关系，常常造成囡仔受伤。干部处来到现场了解状况，提出相关解决办法。有发现，也因为小朋友有一些使用有一些不平均的部分，我们会立即来补出，降低这个落差。好，那只不过这部分第二件事情就是有关于这个家长，如果小朋友需要一些后续的一些医疗的一个补助，因为我们都有相关的一个保险可以来进行一个协助。
另外，港务处也指出，公园边仔拢有搭告示，这座处理笼其实是开放予13岁以上的儿童使用的，也提醒家长囡仔咧耍的时，嘛着爱哪顾哪注意，才袂出意外。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另外，伫台南是有家长呢，伫学校的活动去买一粒会当铺伫半空中的这个鸡龟仔，互囡仔来佚佗。也毋过回去了后，所发现讲这鸡龟仔呢，若像是破一空，囡仔人有可能就是用喙去喷风，煞害内底这粒素呢，输入去细胞内底，当场就安尼分去，加在这送病院，人是无性命的危险。老爸为学校的园游会买会铺伫空中的气球倒来。囡仔真欢喜，伫客厅耍，其中头壳套即个白色气球的6岁查某囡仔雄雄屁落，家长关底就是伊咧耍，看过才发现伊已经毋知人。去用手去拉气球啊，结果我发现整个气球已经吸住在他脸上了，我就大力把它扯掉。然后扯掉的时候，发现他的嘴唇全部都是黑色的。这个查某囡仔喙唇泛乌，老爸一直大声甲喊才精神。送病院了后，看出来监视器才发现讲，这个查某囡仔哪像是用喙对鸡龟安尼喷，这个地鼠输着害气了后，上手无够怎分去？他把它粘在脸上吹了，然后可能小孩子不会吹嘛，他吹一口空气，他要吸气再吹嘛，他刚好把里面的氦气吸出来吸进去嘛。医生讲氦气并无毒性，不过囡仔若输落到地，可能会减少上素的浓度。若严重者会出现呼吸衰竭，唔知影人或者是一直喘。一般我们在空气中氧气浓度是21%，那如果说氦气浓度高的话，它会造成空气中氧气浓度降低。如果降低从21%降低到16% 以下，那就会很危险。咧卖气球的业者讲，一般若是用氦气的气体来灌，拢是用机器，较少看到因为输着氦气怎分去的。而且嘛要注意鸡龟敢受破空，嘛建议家长气体的来源若是无确定，千万唔通买，嘛较袂去买着灌氢气的，因为拄着火较会爆炸。伊若破，你甲灌嘛是破呀，伊嘛是消风啊。伊氦气伊就是消风啊，它消气很快呢。一般通常像我们有些球就是用吸管去吹。补习班的化学老师林俊杰解说，氦气是属于较安定的气体，若灌入鸡龟内底，鸡龟会浮伫空中。虽然讲无重大爆炸的危险，不过囡仔若无细致去输着，可能也是有危险性，提醒家长爱随时注意。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有民众呢是伫咧网络打文讲，带囡仔去到嘉义市一间百货公司咧食饭，结果所发现这儿童餐具呢，拢已经破去，而且佫必损，恐惊会去挂着囡仔。业者是表示讲，知影的时阵呢，就有随替这人客来换餐具，而且嘛有来回实的，所落来是会甲一寡较旧的儿童餐具拢甲换掉。这食物的盘啊已经闭开，手提杯仔内底嘛有看到破去来的所在。有民众伫网络发文，讲带囡仔去嘉义市这间百货公司的餐厅食饭，点儿童餐送来餐具是这种状况。民众烦恼，若是盘仔脆片落伫饭内底，也是杯仔去挂着手要安怎？认为安全的餐具无应该是这种品质。里面不小心破了，然后又有一小块碎片，都有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遗憾，所以真的是不适合再使用。在百货公司这种，它使用的机会或者是次数都比一般家庭多的情况下，我觉得他们应该要定期去做检查，还有去做更新替换。这间餐厅业者表示，因在食物的盘仔是这种较毋惊摔破的塑胶餐具。迄当阵人客向因反映的时阵，有连面替人客换新的餐具。目前嘛针对店内所有餐具做检查，若是有无好的状况，拢用专门来替换。客人有当场跟我们说，那我们有当场跟他说，我们会立即的做更换跟汰换这样子。业者嘛表示，互人客有无好的感受，因感觉诚歹势。希望人客会当搁带囡仔来一摆，互因有补偿的机会。希望莫因为即届的经验，互因留着无好的印象。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伫咧彰化县有买这2万剂这个批蛇疫苗，要互中继收入，也阁有65岁以上的时代来做。今仔日第一天开放登记，都有真侪人去排队来注文。透早9点半呢，这县内27个卫生所名额都已经抢了了啊！那县政府是表示讲，伫咧2月底进前会阁开放4届，互民众来注文。透早彰化市南西北区卫生所头前，人小A小客，大家拢是来排队要注文批蛇疫苗的。但是排队的人实在伤济，有民众等几啊点钟，嘛是领无到号码牌啊。迄个啊，啊，你有无？无啊。
检习惯吗？是有机会啊，但是不勉强啊，一定要遵守规则啊，是要办怎么办事。中华馆采买2万剂的批纸仪表，被免费提供予馆内中继收集户，加补助65岁时段来注射，一人爱注2剂，拢总有1万个名额。1月20开始，中继收集户会当摕通知单直接去卫生所注记封写。若65岁以上的时段，原本2剂要1万外块的仪表，只要自费6000块。第一阶段开放，全馆27个卫生所，伫透早9点外就全部注文了咯。这届这个皮蛇专案是拢共有1万个名额嘛，一个人爱注2剂，分5期嘛，所以每一期差不多全馆才12000个名额，这期无到后期再来预约。这个如果真的还不足，我们会再跟议会来做相关的一个这个协商哦，那确保我们乡亲他们的健康。中华馆府表示，2月底进前会阁开放4届的批纸仪表登记，后续会看民众注记封写的状况，根据批纸专案的成效评估讨论，看时到是毋是要阁增加名额。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连面就要过年啊，烦恼这急诊呢会伤侪人，所以卫福部是86亿来补贴这医护人员过年上班的费用。另外嘛要求这全国203间职能病院呢，逐工拢来回报这病床的状况。因为这台病院是启动公床的制度，只要有需求，安尼病床就会当看科来使用。去年过年期间，将在病急诊人伤侪，主要是因为护理能力无够，所以病房拢关床。再加上流感、天气冷，和重症病人无法度顺利转入去病房，被迫留伫咧急诊。为了要避免急诊个人伤侪，台大病今年第一遍拍破全国病房限制，进行公床制度。只要急诊的病人有大型的需求，就会看科找空病床。台北杨总也启动供性疾管的公床，照顾急诊的重症患者。经有急诊判断需要收治人员的，我们就会到疾病的轻重缓急往上尽量收治到可以收治的地步。目前我们不是乱签，荣总没有说什么统一塞床哦，那看到哪边有床就塞，没有，我们还是有同质性高的才会签。不过护理甲医界团队是担心，病若是讲人无够，就随便调动护理人员给因无适或者是专业无符合的个别资源，那是造成护理人员过劳甲流失，也可能影响医疗品质甲病人的安全。我们乐见各家院所针对急诊拥塞来提出病床的调度对策，但必须要注意危险跨科支援情况是否有发生。因为跨科借床或者是这些大内大外的这个床位的调度之下，去收治了他非专科病人的这个情况，而导致工作负荷和不安全感增加，而导致的春节过后的一个离职潮。护理团体讲，全国护理师看科资源就要有配套，而且不是常态性的资源，上主要是病要赶紧找人，并且建立明确的规范。卫生部照护司强调，病对护理人员的职务调动，应该以护理人员同意，一个确保伊有相关训练甲技能做原则，若无就是违反劳基法。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界的消息来关心的是，这民进党台南市长初选的是确定由陈亭妃出来拼。即马初选过了头一步，陈亭妃是特别去到市议会参这议长区里里，也有其他的议员来沟通协调，望这民进党内会当大团结，甲台南市长退落来。民进党台南市长1月初选拼甲热扑扑，后来由立委陈亭妃出线，所来上大课题就是党内整合。20陈亭妃去台南市议会安排要参议长区里里，甲坐听林俊贤的议员，要斗阵会谈，听大家意见，互相讨论交流。结果出来的时候，其实亭妃就已经有把每一位我们民进党籍的议员呢，我有亲自打了电话跟他们拜托。我相信我们对于每一个人，我们都会亲自来倾听，那也了解他们的想法。所以今天就是正式安排时间，来向我们的议长、副议长来做一个拜访。民进党台南市议员28个，党内甲无党籍的议员，初选期间拢总25个挺林俊宪。期间陈亭妃互人讲背骨顶争议，即阵初选结果，陈亭妃要正做通考，甲大家考下来，因望借由面对面的沟通参详，通甲过去的一寡分裂甲疏忽圆，互党内会当大团结。若有时间会阁针对年底市长甲议员选择，要安怎来合作做讨论。党的立场应该就是跟这个民调胜出的陈委员再来沟通看看有什么是大家未来
要来配合的部分，这都是一个好的开始。如果说刚好我们的党团的这个干部都在的话，那么我们刚好可以拜托说，是不是有一个正式的一个所谓的请益的时间？民进党市议会党团表示会尊重提名结果，所大概就是年底大选，包括市长选战，国民党正谅解，也有到时要安怎加码带家仔的布局。陈廷辉讲有信心，通伫年底担市长选战会当拍甲真车赢真光彩。另外嘛讲后礼拜会参现任市长黄伟哲要约见面。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这个中国配偶关关呢是做网情，进前网络拍片，讲这红旗仔呢会伫咧台湾吵甲满满是。移民署是证实讲，伊已经照这两项条例认定是有危害到国家安全，也有社会安定的可能，所以废除伊的居留许可，下令出境。我希望早日统一，争取孩子回娘家看望外婆。我觉得你们怎么了？你们害怕了吗？透过影片表达不满，中配关关因为发表早晚红旗插满台湾，才会牵涉武统的言论，互人检举。后来点点深度争议影片，佮改名小辣椒气息大文。去年11月去马场顶纪念公园拍片，纪念强调5招顶人，即马确定予移民署废止登记居留许可，并限令出境。这个个案里面所碰到的问题，都是按照《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联审会议通过的。去年3月，中配爷爷涉嫌鼓励武统，去予移民署限期10天内出境，搁捌去内政部前抗议。所来阮旗小薇嘛比较爷爷，同款伫月底互人赶走。同一年，捌伫花色正头路的中配前地，互人也经营解放军民粹社团，先注销台湾身份，12月嘛互人废止移亲居留。即马关关因为公开散布争议言论，认定有危害国安甲社会安定，移民署证实伊已经家己离境，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依法作出处分，并限令出境。兼顾依法行政及人权保障，其已于115年1月中旬依宪自行离境。恩其在中国台湾省宣扬两岸一家亲，带上了中国红，拿起了我们的5星啊！先关一下。先关一下。先关一下，我跟你说。中配阮旗登去中国了后，同款用台湾做题材，继续做直播主。这阵啊，互人发现直播到一半，有中国公安人员加查落来，要求关台，互伊公家证书激动号出来。我是在为祖国做贡献的，大家。好不好？加直播记录落来的 YouTuber 就这样表示，阮旗案例颠倒，互大家看到警察国家的本质。这阵有中配伫网络报版繁体字，希望赶紧统一，就当写简体字。对这样代志，内政部正式回应，无要统一。佮声明中华民国官方所使用的都是简体字。教育部表示，理解跨国婚姻和台湾将做多元族群，考量语言的适应，政府拢会提供过渡性的辅导甲协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即马这台币的对顶关税15%未搁贴悬，行政院长杜英泰是强调讲，除了这企业呢自主投资2500亿的美金以外，政府是以信用保证的方式，搁再提供2500亿的美金，也就是讲这金额呢是未当算入去投资的部分，才免造成后手谈判的困扰。台美关税谈判达成共识，行政院在去举行台美关税谈判说明记者会。行政院长杜英泰表示讲，政府用信用保证的方式，支持金融机构提供相关2500亿美金的企业授信额度，并不是企业投资额度，每当个加起来变做5000亿，才袂造成刷落来谈判的困扰。由产业自主投资是一部分，由政府运用信用保证，由台湾的金融机构来协助国内的产业，我们进行信用保证，这是另外一部分。这衍生现在的2500亿加2500亿是分开的。第二，我嘛解说讲，这个模式和日本、韩国出资的模式是无同的。台湾的信保模式并不是政府出资的模式，这是因为过去产业成功的经验，和企业自主规划，金融机构提供融资的服务，政府的部分再来做信保机制。这个信保机制最终实际所需的保证专款的规模会是62.5亿到100亿美金之间，我们预备分5期来规划。但是，阮指出讲，伫投资 MOU 的后壁是军留台湾布局全球的战略目标下骹，以台湾模式支持咱国产业来进行有利的国际布局。各界嘛关心台积电未来的投资布局。各位放心，这不是产业供应链的移转，而是我们在
美国进一步扩大产业实力，台美共同打造这个供应链，护国神山在台湾是持续的壮大当中。就是我们15不叠加以后，事实上比其他国家在竞争力上，事实上是算有优势的。这个模型上来讲的话，算是正面的哈。台美关税达成台湾对顶关税调降做15%，而且袂踏加原有的最惠国台语税率这个目标。在未来几礼拜，台美暗算会接力完成台美对顶贸易协议。咱这边伫总结会议嘛，搁一摆向美国表达希望，因会当较紧完成，避免双重扣税。感觉双方的企业伫投资爱面对的税务问题。记者综合报道。2023年时，以捷克众议院身份带团访问台湾的这个艾达莫娃，最近又搁来到台湾啊。虽然伊伫去年底呢已经宣布退出政坛，也毋过这艾达莫娃呢是强调讲，希望会当持续来协助推动这台捷之间的关系。也认为讲，虽然讲这捷克的新政府呢是希望甲中国来建立这密切的关系，毋过并未影响到台湾甲捷克的互动。2023年3月，迄当阵捷克总议长艾达莫娃带团访问台湾，伫立法院演讲，展现支持台湾。让要3年，艾达莫娃佫一届来台湾访问，这是伊去年10月宣布退出政坛了后，以民间朋友的身份来拜访。Taiwan is not merely a regional issue. It is a test case for whether democracies can uphold stability without surrendering its principles or provoking unnecessary escalation. Cooperation between Europe and the Indo-Pacific democracies is no longer optional. It has become a strategic imperative. We believe that deeper engagement, information sharing, and the mutual support among like-minded partners will help uphold peace and stability in both the Euro-Atlantic and the Indo-Pacific regions. 分析罗西亚乌克兰战火探烧超过3年，捷克对强化区域联盟提升核阻力的反思。艾达莫娃认为，欧盟伫咧经济甲安全等等的领域，应该加强甲台湾合作。面对最近中国国提出法律战，引用国际公约，要求欧洲各国禁止台湾的政治人物入境。艾达莫娃讲，欧洲国家未接受威胁。It's up to our countries to welcome them, and there is no question for Chinese officials. It just shows weakness when you are threatening someone. 台湾甲捷克这几年交流有加较侪，虽然捷克去年年底上任的新政府捌讲，希望甲中国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不过艾达莫娃讲，台湾捷克互动未有任何的改变。Whether we are closer to Taiwan or to China, but I would say it's never this contest. We will keep going, so we don't expect any huge change in this. 艾达莫娃嘛讲，2020年捌访问台湾的参议长韦德奇，当咧规划今年佫一届来拜访，持续推动深化台湾甲捷克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消息的部分，咱要先来关心的，就是西班牙高铁百倍烧弄的这件事故，上无是有40个人死亡，100个人受伤，其中一台这列车呢，犹阁是新车，伫4天前才检验通过尔。明明就是走一个这个直线道，安怎会百倍烧弄？目前这事故原因犹阁咧调查。这帮浅色的列车败马，而且有车厢严重损坏，零件落规四架。救难人员甲监视人员当咧理清到底是安怎发生的。另外一边红色的列车状况也无介好，这是西班牙自2013年以来上严重的铁路灾难。Había algunos que estaban muy bien y hay gente que estaba muy mal, muy mal. Trozos de gente, no era gente, era ya brazo. Te iba encontrando y mi marido pues que vio un niño falleció dentro, otro niño llamando a su madre, buscando a su madre. 10日暗时，一帮对马拉加驶去马德里的高铁车帮败马，冲去对向的轨道，弄到另外一台对马德里要去维尔瓦的车帮。这帮车也同款败马，而且大多数罹难者甲伤者拢是伫这帮车较头前的车厢。En este centro y los que hemos podido consultar, pues están tremendamente extrañados del accidente, porque como les digo, es raro, es muy raro, es muy difícil en este momento de explicar. 当局表示已经展开调查，铁路公司 Aerial 表示，在3
300个乘客的第一帮白马的车是2022年出厂，有较新，4天前才拄检过，白马的原因犹阁毋知。另外一台载100外个乘客的第二帮车是西班牙国家铁路公司营运，公司表示白马的原因初步排除人为的因素。根据调查来的消息，专家发现轨道顶头的帮仔有无氦气出现空芳，而且已经有一段时间对着列车来来去去，空芳愈来愈大。负责调查的西班牙铁路事故调查委员会也未回应。官员表示，有加1个月内也无通确定事故的原因。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这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呢，是有一间中国面店发生爆炸，上无有7个人死亡，这当中是包括一个中国的公民，另外也有10多人受伤。这爆炸的地点呢是发生伫个喀布尔的商业区，这带呢是有真侪各国的这个大使馆。警方是表示讲，代志是发生伫1月19当地时间的下晡。这中国面店是由中国人也有阿富汗的人的做伙来经营的。初步了解呢，这爆炸的地点是伫个灶卡的附近，原因犹阁需要调查。也那中国驻阿富汗这大使馆呢是发布这安全提醒，呼吁中国人暂时唔通去阿富汗。另外，要来关心的是，这南美洲的地理呢，即嘛是当烧热，烧影呢是互中南部火烧山上无有18个人死亡。这总统是紧急来宣布灾难的状态。也那美国即嘛是因为当季的风暴呢，造成交通大拍夹，佛罗里达也真罕见，连续2冬拢落雪。南美洲的国家地理因为受到烧影的影响，气温降到38度，而且阁透风。中部甲南部森林大火情形是真严重，8500公顷的森林，也阁有几10栋的厝是拢规个烧了了，超过5万的居民紧急疏开。军方的人员随展开空中拍火的任务，消防人员嘛4架走丛，甲24台野火拍花。智利的总统别瑞克宣布比奥比奥甲纽夫莱这2大区进入灾难的状态。Tenemos un número hoy día confirmado de 18 personas fallecidas, pero tenemos la certeza, desgraciadamente, de que ese número va a aumentar. 就算总统别瑞克伫咧社群平台 X 表示，所有的救援都已经到位。不过当地官员讲，森林大火已经炭烧几点钟啊，4架拢是受到酸长的熏热。不过政府的援助煞是一直无到位，有的居民全闭伫厝内，就是讲野火会家己发起。想不到情形煞失去控制，所以真侪已经烧到臭火焦的尸体，伫咧残忍厝内、路边甲车底去发现。No, esto lo vivimos mal, pésimo mal. Pésimo, empezó el fuego en este momento de aquí, saltó para este lado, se quemó esa camioneta. Estábamos encerrados aquí en este momento con el fuego anoche. Lo pasamos mal, toda la gente mal, absolutamente mal. Fue algo que vino en un momento y pasó. 也若伫美国东华，是扫来2波冬季风暴，体感的温度要降到-12度，毋但能见度大降低，空中甲陆上的交通嘛拢受到影响。这波无稳定的极地气旋一路落南，地属福州这个大部分的所在，拢是属于亚热带甲热带气候的所在，嘛真罕见落雪。不过，这届落雪并不是100年一届真罕见，就伫去年1月份，因为有增强北极的冷空气落南，互福州部分的所在积雪有到20公分悬。这嘛是美国真侪所在从19世纪以来雪落了上大的一届。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第56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呢，是伫咧瑞士的达沃斯来举行，包括着美国总统 Trump、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有其他64个国家元首拢会来参加。这 Trump 的代表团呢，是会伫明仔载来发表演说，也毋过今晚呢，这会场外口已经有一寡抗议民众活来。这委内瑞拉掠人的行动，也有格陵兰主权的问题，拢是关注的焦点。伫瑞士达沃斯的雪地山坪，非政府组织投射出大幅的川普代表金权政治的口水图，抗议美国总统川普特别带美国历史上上大规模的代表团出席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川普俩未来时代总统马杜罗，佮威胁讲要带出激烈的言论，拢成做抗议人士关注重点。Trump is coming in a moment where he is destroying democracy in his own country, where he is telling everybody that he doesn't care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laws, about human rights. He doesn't care about anything. 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主题是对话精神，来自130外个国家，超过3000位代表会出席，包含美国、乌克兰、德国、法国、加拿大等64位国家元首，甲政府的领导人。川普按算伫当地时间2日发表主题演说，这也是川普6年以来
头一届出席这个论坛，抗议人士认为邀请川普就是替伊这行为挂保证。At the guest list, we have, for example, Trump that is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this year, and we feel like it is unacceptable of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but also of Switzerland in general to host fascists like Donald Trump, because that also kind of legitimizes their actions. 批评者强调，当年出席者都是世界经济甲政治的强权，由因去决定民众的未来是真无合理。国际救善者人的组织律师会发布报告指出，全球有1万财产的好业人，因的总财产伫2025年冲到18.3兆美金，大约是580兆的台票，创历史新高。好业产当咧造成危险的政治效果。They are buying political power, they are buying elections, they are buying media houses. It is again astounding that billionaires have 4,000 times more likelihood of holding political office. So this is really about the governments making the wrong choices of supporting billionaires and their wealth, further accumulation of wealth, and not the freedoms of people. 律师会报告指出，政府减税甲人工智慧的流行，让这寡好业人的资产增加的速度是达到最近平均的3倍。强要是所有的社群媒体拢由共一群好业人掌握，真侪大型的 AI 公司也拢属于这好业人，因强要会当完全甲言论的市场落条条。律师会也指出，去年1万好业人的财产增加强要80兆的台票，等于是全球上产者的41亿的人口因的财产的总合。公司新闻警官强编译。意大利正出名的设计师范伦铁诺 （Valentino） 过身去是食到93岁。这个人，互人讲作是高级定做服装的最后一个皇帝。伊所设计的衫呢，是有真侪人爱穿，包括着影星莎朗史东，甚至是也有美国前第一夫人贾桂琳 （Jacqueline），也有瑞典的公主龙静尔乐。Valentino 昂伫时尚界引领出热情优雅不朽，就算讲创造伊的意大利时装设计大师 Valentino 已经过往。Valentino 基金会19发声明 ，Valentino 伫罗马家中离开，爱琳娜嘛伫边仔陪伴伊。伊毋但是所有人长久以来指引甲灵感来源，更加是一道真正的光，带来创意甲远见。I try to make women looking beautiful, and I am very happy that now couture and fashion goes back to beauty. Valentino 1960年以自身的名字创立同名品牌，以 George Armani 时装品牌 Chanel 艺术总监 Karl Lagerfeld 提名。伊的作品甲好莱坞的大明星各个方式开始建立长期搁深的关系，得到爱用。过往的明星 Elizabeth Taylor、美国前第一夫人 Nancy Reagan、奥斯卡影后 Julia Roberts、影星 Anne Hathaway、Gwyneth Paltrow 等等，拢相当推崇 Valentino。Valentino 17岁前往法国巴黎学习高级定制服装，甲侪位有名的设计师合作。1960年创立同名品牌 Valentino， 作品以奢华、富贵甲华美闻名。C'est une tendance d'une fille très jeune, facile, très féminine, glamoureuse en même temps, romantique en même temps, qu'elle met des choses qu'elle peut échanger tout le temps avec d'autres, les mélanger ensemble. Et c'est une fille solaire. Valentino 互人有做高级定制服的最后一位皇帝，将意大利传统的工厂技艺甲现代奢华结合，爬起你到高级定制服的上观点，伫商业化时尚浪潮来临进前主宰业界数十年。Valentino 少年时伫西班牙旅行，对一位穿红洋装的老妇人得到灵感，来做出招牌 Valentino 红。尤其是经典的嘉年华礼服，第一摆登场的是萨德正人。时尚杂志 Vogue 英国版主编索尼曼表示 ，Valentino 伫每一个站面拢会当表现魅力甲奢华。伊食老的是因为红毯文化事件来大放异彩，因为迄正是伊发服礼服的完美舞台。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台湾即马已经是超高龄的社会啊！根据这卫福部的统计，台湾的平均65岁以上，这12.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受失智症。那准85岁以上，安尼5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有医师是表示讲，即马呢，针对着这失智症检查甲治疗，其实拢有新的技术甲新的药啊，免开刀用这电脑来断层扫描，佮上这新的免疫的这个治疗药啊，互相来配合，安尼就会有真好的效果。厝内时大若出现情绪变化大、记忆无好、判断的能力变歹等等的状况，医生表示，安尼可能就是失智症的症状。
毋是一般正常的退化。过去判断是毋是失智症，就要开刀切片。毋过有医生讲，即摆免开刀，用新的电脑断层扫描技术，就会当看到患者大脑内底出问题的2倍。治疗前，第一个要做正子的电脑断层造影。这个目的就是要确定说我们脑中有这个病理性斑块的沉积，那我们会做一个定量的分析，确定说它到达某一个程度，比如说在这个定量值到达30%，哦，30以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启动这个疗程。那疗程的话，通常是6个月左右的时间。根据卫福部的统计，台湾失智症的盛行率是8%，平均65岁以上12.5个人当中就有1个有失智症。那85岁以上5个人就有1个。医生讲，目前新的技术会当判断患者敢有失智症，佮加上新的免疫治疗药啊，互相配合，早期失智症的治疗效果可能会较好。之前的药物，一般我们失智症的口服的药物，就是所谓的症状治疗、治标这样子，它可能短时间的改善一些东西，但是它没有办法把淀粉蛋白清干净。新的药物可以把脑子里面的这些毒性的淀粉蛋白清干净，以至于它不再去影响到脑子的这个恶化。医生提醒讲，失智症的治疗关键是量早发现、量早治疗。所以，若是记忆变歹、含生活自理的能力退化等等，医生建议就要赶紧就医检查、追踪。记者陈心彤、王志光台北报道。高雄的高山区有一间国小呢，是发生这肠仔病毒群聚的案例，目前已经有5个班级、10个学生囡仔，那像是去喂着这肠仔病毒，传出就是有指标个案的这学生是喂着肠仔病毒了后，也是照常去学校上课，而且伊的家长咧接受调查的时阵无老实讲，所以市政府是决议裁罚家长12万，也那校方也决议这班级呢，在1月21到23这当中是改做是线顶上课。期末考考了啊，高雄阁有3天的春节补课，学生爱去学校上课。只是高雄一个私立国小却爆发群组感染，到19下晡5点，全校有5个班，计共15位学生诊断出疑似肠病毒。阁有共校的家长指控群组感染的原因是有一对姐弟仔确诊阁去学校上课，阿姊的手、生杯仔阁讲迄是过敏，致使伊4边的同学陆续确诊肠病毒，连期末课拢受到影响。学校要求他们把孩子带回家的时候，爸爸还跟老师说，他们真的以为只是过敏，只是湿疹。调查结果出来证实，爸爸是知情但是说谎的。预防肠病毒，学校宣导囡仔接洗手，若是确诊要通报的机制。除了国小有肠病毒的群组感染，全高雄市的幼稚园也超过10个班通报停班停课。就因为幼稚园嘛大班，所以它就是变成学校是强迫停课这样。市府表示，目前高雄市肠病毒的疫情甲全国相像，拢伫过度流行期。目前有关市上规的防疫标准，这届群组感染主要是有指标个案的家长伫疫调的过程当中涉嫌暗砍，决定罚家长12万。学校的通报上面呢，根据我们的掌握是没有延迟的现象。那家长在1月15号的时候。那也没有具体的去描述，诚实的去表达说他在就医当中，其实在医师的诊断跟处置上面就已经是疑似肠病毒或是肠病毒的一个症状。群组感染的确诊个案经过市府追踪，拢属于轻症，只是因为指标个案的班级有新增甲确诊，班级的结业甲1月21、到1月23的春节补课拢改做线顶上课。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另外，伫台南的后壁呢，有一搭这2中家中是传出有鸡仔异常死亡，经过采样确认，就是 H5N1 的禽流感。目前这动保处已经派人去台湾外食的2家，因为伫嘉义甲屏东同款嘛是传出疫情。这屏东农业处是提示讲，10月到3月呢，就是禽流感上高流行的季节，所以呼吁业者拢爱加来注意。防疫人员归属从比伫的2家场内进行消毒。台南后壁一搭2家场传出有2家个样死亡。动保处15号接到业者通报了后，到场采样调查，确诊是 H5N1 阿贤高病原性禽流感。19号登来到现场，将万外者2家总抬掉。1月19日执行该场之防疫处置工作，并持续派遣消毒车加强该场及周边禽场与公共区域的防疫消毒工作。请养禽业者加强禽场生物安全防疫，
加强环境管制及落实厂区的消毒工作。山鸟将抬吊的鸡扯出去，南部小连续传出禽流感的疫情。除了台南，嘉义初二嘛连续接到3打两鸡甲整鸡场的通报，总共抬吊活13万只两鸡甲整鸡。官府判断源头可能对盗鸟传来。屏东高手一打两鸡场13号嘛通报有鸡仔各样死亡。县府这边也会针对这个禽场的周边1公里内，这个会去做采样监测还有3公里内做禽场的一个防治避免这个病毒扩散出去。防疫人员将破病的鸡仔掠入地下内，准备要抬吊。农业处表示，每当10月甲3月是禽流感流行的季节，加上最近气温较低，温差变化大，鸡仔抵抗力较歹，呼吁鸡场爱注意温度，甲做好安全控制，避免病毒传开。公视新闻陈环宇、柯正俊南部报道。伫屏东的中地呢，有一个查甫人，因为不满这隔壁的养殖场莺歌的叫声实在伤吵，竟然走入去内底，甲4只莺歌安尼掠起来，但拍算要甲杀死。护业者呢是气甲伫社群大门来控诉，目前这养殖场是表示讲已经报警察处理。一名查甫人对鸟笼仔出来了后，手头掠一只莺歌，就直接甲弹出去，动作看起来拍算要甲杀死，互当事养殖场足生气。伫社群网站大文讲，头摆拄到这种情形，人走入来私人的所在，偷掠走2对金光莺歌，佮甲莺歌遮尔巧的动物用死，其中一只弹伫涂骹，当事人落尾向警方报案。为什么你要去把它抓呢？没有啦，他说太吵了他把它抓了放掉了。警方现场查扣之刀具1把，全案依涉嫌侵入住居、毁损及恐吓等罪行移送侦办。因为参莺歌养殖场小隔壁，感觉叫声足吵，这名查甫人就偷走去人兜，掠无过莺歌来出水。警方已经依法起诉，另外甲莺歌养殖的部分，嘛按照动物保护法相关规定通报。这件消息传出来，互饲鸟的人士看到心情是足艰苦嘛，足唔甘。我们看的都好伤心，然后昨天真的整个我们的社团全部都大家都非常的气愤，真的实在是太过分。他抓鸟已经不对了，他还把我们的那个鹦鹉这样子的残暴的对待，那实在是很不应该。这款的金光莺歌因为巧佮讲模仿人的声，而且会当饲足久，袂少人拢会买来做宠物。大只佮水的一只介绍会当到90万。嘛有人咧收藏，爱鸟的人士讲，希望大家会当善待动物，若心情无好，嘛唔通找无辜的动物来发生地。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交通部民航局是指出讲，目前这航班呢，逐礼拜平均是来到2981班，这个数字呢已经超过疫情进前，所以预计今年这运量呢有可能会创下新的纪录。那交通部也来指出讲，其实因后一步就是要来拓展这搬飞轮机的市场。连续假期桃园机场的运量一直创下新高。交通部民航局统计，官人的班表平均一礼拜飞2981个飞轮机抓，其中港澳甲中国配合两花政策甲市场的需求，还未恢复到疫情进前。纽澳恢复到疫情进前的8%，其他所在国际航班已经超过疫情进前飞航的班次。上加野的是日本甲韩国，一礼拜飞1192个飞轮机抓。交通部鼓励业者转机的市场会当搁再拍拼。北美转东南亚跟转东北亚都非常非常方便，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因为我们未来转机的量会非常大。连续假期的涨幅就是，假如说像过年春节连续假期的涨幅就涨幅相当的高，而且比以往的来得高。旅游业者指出，虽然航班恢复到疫情进前，不过物价起欠卡手的情形之下，无论传统的航空也是俗价航空，票价恐惊是袂落甲像以早。因若去年来台湾的旅客，或者预估会伫860万人次左右。以1月份至11月份的数据来分析，来台湾的旅客上侪是日本占17.2%，第二是香港占14%，韩国是11.9%。估计2026年要拼到1000万人次，也是有困难。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说陆客的部分其实是这个落差有210万。那么如果我们在两岸之间的这个互动上面有所改善的话，那这里可能增加的空间是很大的。观光署长陈玉秀顶一日去立法院闭巡的时阵指出，参考日本的经验，以入境旅客的数量甲人口的比例差不多3%至4%来推估，2026年来台湾观光的人次目标会伫900万人次。若观察欧美市场一平均的消费，
来当延长旅客来台湾行搭旅程的时间，嘛对提升观光的产值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即马这台美关税呢，总算是有一个结果。做这工区机械业者是有价讲刷落来，这订单应该是会愈来愈多。若减班休困的状况也应该是会改善的。也毋过目前呢，这汇率的部分影响也是真大，所以业者希望讲这台票的汇率是会当甲这日本、韩国同款，安尼出口的产品才通有竞争力。台湾工具机甲零组件工业同业工会20开年度展望记者会，对这群台美关系谈判总算确定15%未贴价。工具机业者认为，这若是数字调降，也互工具机的产业摕到进入全球竞争新赛局的门票。2026年会是一个就是客户开始看到关税有一些稳定的状态之后，可能开始会做一些投资。最怕就是说不确定因素，你不确定因素，大家不敢下单，大家都在观望，这就是非常的惨。我认为我们有机会把这个供应链再重组、再升级，把断掉的供应链实力厂商把它拉回来。关税对产业的影响有偌大？关在劳动部10日所公布的上新减班结论，也就是无薪假的家数317间，5410人。制造业内面主要是以金属机电工业。215间，4016人，占制造业差不多8成。工具机业者讲，伫即马若是让改善做4工休3工的情形，工具机业者的订单也慢慢回升。会当讲是自古地变新。因过业者讲，虽然关税确定，因过汇率影响也真大，希望会当甲竞争国家日本、韩国同款，才能有更加好的竞争点。20新台币兑换美金开盘31.61，上悬到31.639，盘4.9分。约拿大股市由欧变红，盘中上悬31729点，上起到31340点。台积电开价行悬上悬1765.5块。今天再度的开低盘呢，这最主要是因为昨天晚上的美股的电子盘呢出现重挫的走势，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台湾股市到底会怎么走？那我们还是要观察呢，就是今天晚上、明天晚上美国股市的走势。因为这礼拜股市的走向，资深分析师认为，伊完全要观察美国股市是毋是有法度止盘回升。若股市表现强，工具机业者也看好关税确定了的发展。中经期也有照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是13万4，无排除也可会成长。世界各国拢正注意。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台东的往来设客呢，已经准备要收成啊，也毋过农民所烦恼讲，这关税恐惊会甲成本转去到农民的身躯顶，所以希望政府会当有更较好的解决方式。因为去年风台影响台东的往来设客沿路采收。农民按算后礼拜就要大出，不过即马农民真担心，若万伤济所无法度销去中国，因为中国伫2024年就停止台湾的农产品进口零关税措施。往来设客若要销去中国，就要扣进口关税20%，国家净值税9%，总共29%的高关税。到即马政府抑阁无法度甲中国谈降低关税，而且无意向即马来收因的设客的时阵，价钱拢压正低，农民的收入减少。如果以前一开盘价都可以到80以上嘛，那现在大概就只有40-50块这样子。我自己因为觉得价钱没有那么好，然后就是不符合我的成本啊，所以我就会想尽办法在国内销这样子。台南县农会讲，去年台东的往来设客外销去中国的量只敢若4000多吨，已经比往年减3/4，真严重。主要原因虽然是风台的影响，不过今年产量已经恢复。如果受到中国有6000多公顷，比台湾加3倍大的面积的往来设客威胁，希望政府重视往来设客的产销问题。台湾县政府主要提出来，不用说运费的补助、资材的补助，还是说现金补助，农民的部分。县政府讲，台东有2000多公顷的往来设客，品质比中国较好，会继续协助农民进入中国的高端市场，也会继续开拓亚洲各国的市场，替农民外销。因为农民要求甲中国谈降低关税这部分，会甲中央反映。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大罢免的时，这前中共董事长赵少康呢，甲伊的选票摕出来，互人家起诉。今仔日这法院是一审宣判，判伊拘役55天，会当解罚金，而且缓刑2冬。
前中共董事长赵少康在去年7月6大罢免案的投票日，因为粮票争议，防止违反选罢法来起诉，台北第20宣判一区约55天，会当用罚金大刑加罪2年，立法公库5万，会当个上诉。把票显示出来就是不对的，我第一时间讲这是不对的哈。法官这样判轻重，当然每个人感受不同了哈。选择坐牢55天嘛哈，也不是没有考虑哈。我跟律师商量一下，看到底应该怎么样。地法官宣布的同一天嘛是赵少康新册发表日，看现场拿着被正大的大卡拢伫遮，伊嘛无袂记得提起1995年的大和解加币。马化伟讲希望未来立法院的大和解会当过来一杯。跟台湾民主政治的了不起的施明德主席和和解大咖啡，这个跨度是多么的大，造成台湾政坛极大的震撼。右手边柯建铭总召也亲身经历过。赖清德总统也曾经邀韩国瑜院长到总统府，试图要喝大和解咖啡。30年前的大和解咖啡，在30年后的台湾看来，可以带来很多的启示啊！今天来一定是万难从中一点力，是非成败转成空，古今多少事，都如笑谈中。只是我只想问你一句话：什么时候大和解咖啡西杯，这比较重要。看起来三党拢有意愿，赵少康表示讲，即马家己并无实际在做政治工作，当然愿意来做这个媒人婆的角色。伊认为安尼唔但会当互朝野放下对立，对台湾嘛是好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前进电线伫月初的时阵是来办这讨保期东山的记者会，也毋过成员伫事后呢，所接到这违反社会法的案件通知书，今仔日又搁登去到妇联会头前来抗议。妇联会的朋友，美玲有包裹外走。基进党时代力量顶顶组成的台湾前进阵线，伫咧妇联会头前表达不满，原因就是顶日1月初5，因伫咧妇联会头前举办讨回不羁东山、守护历史真相的记者会。毋过迄阵抗议了后，因的成员所接到警察局的案件通知书，讲因违反社会特殊维护法。台湾前进阵线批评社会特殊维护法无应该加做国家机器限制人民表达意见的工具。确实，我们有在妇联会的门前上面贴封条，违反了社会秩序维护法。但是我们要再重一次提醒，那一栋美玲楼2021年已经收归国有，所以妇联会现在是非法占有这栋楼。台湾前进阵线20个来到妇联会头前，就是因为原本有国民党立委提出要修正东山条例，打算伫咧1月初2伫咧立法院议会处理。毋过传出讲，因为民众党有无共的看法，临时发动。台湾前进阵线批评妇联会和救国团是政党的附带组织，毋是普通的公益团体，认为不动东山应该受检讨，幸福全民。今天的国民党，今天的妇联会，即使是世代交替，仍然留着威权的脑袋，不肯认错，厚着脸皮要维护威权时代所赚来的特权的利益。他们要修法来否决它是一个所谓的附随组织。妇联会是回应，因强调因毋是国民党的附带组织，一切尊重司法。针对台湾前进阵线抗击行为，也批评讲是政治的操作，需要高三司判断。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最近人的佚佗物电子鸡呢，同时嘛是真侪人的共同记忆。日本是来举办电子鸡30周年的特典，带大家斗阵来回顾。画素个性的卵伫荧幕顶切切着，发出古早味的电子乐声。第一代电子鸡伫1996年问世，到今年要满30档。游戏公司万代南梦宫特别伫东京举办特典，回顾这30档电子鸡的演变。电子鸡是一只飞机宠物，会巴肚枵会感觉孤单，卖破病。算的人必须根据伊的需求做适当的回应甲陪伴。若是照顾无够，电子鸡有可能会翘起，因为游戏设计会当互算的人培养出感情。1990年代捌全球拢咧实行，对足侪迄阵的囡仔来讲是珍贵的童年记忆。I had found a Tamagotchi on the ground 100 years ago when I was a kid, when they were really hard to get and you couldn't afford them, or at least my parents didn't give me money to go get one. 有少年民众看展览，才头一摆接触，嘛会当感受到电子鸡的魅力。It's cool. I think it's popular in 2000, and I think it's really cute because
a small virtual pet and you can take care of them. I think it's cute. I wish I could get one someday. 在过去的30档，电子鸡游园一直咧改版，无论是创造新角色，还是甲其他品牌联名，拢互游戏变甲更较丰富，已经伫全世界销1亿粒。随望伫现代囡仔的生活中，已经有各种电动甲智慧手机啊。不过对真侪人来讲，照顾用无伫细细只的宠物啊，游园是无法度取代的体验。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下晡晡的天气来看糖啊报气象。今仔日强烈大陆冷气团落南，中部以北甲东北部的天气反冷，其他的所在早暗嘛会较冷。台湾东北部地区，基隆北海岸甲大台北山区会落雨，部分地区嘛可能会上大雨。若新竹以北是会落短暂雨。以上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